令到咧就係呢一種嘅叫做農業恐怖武器啊，就會係影響咗美國一路咁蔓延落去㗎嘛，影響啲人嚇。咁啊，睇下呢個啦。兩名大陸人士2日走私真菌喺美國嘅底特律機場被抓獲。哇！我覺得底特律機場啲入口官嗰啲咁犀利嘅咩？官員形容啊，呢啲係真菌。喂，真菌係好嚴重㗎。其實喺美國咧，你一笪地方發現真菌咧，佢係會蔓延，要即刻消滅佢嘅，因為佢係會喺空氣當中啊，周圍都有，佢會蔓延，千祈唔可以話唔理佢啊。咁啊，所以咧呢度咁講啦，呢個真菌呢一種真菌咧係危險嘅生物病原體，咁咧就唔單止咧毀掉成片嘅農作物，食落肚啊，仲會引起嘔吐同埋肝臟嘅損傷。咁呢個咧就叫33歲嘅叫做簡雲清啊，譯音同佢34歲嘅劉祖榮啊兩個人啦嚇。咁喺底特律機場走私真菌，帶入密歇根州大學嘅實驗室。點解？因為呢個簡雲清咧就係喺嗰度做嘢嘅。即係你諗下點解人哋點解咁小心咧？唉，真係好啦，繼續講落去先啦。根據咧呢一個真菌咧就叫做咩咧？叫做禾谷鐮刀菌啊。禾谷鐮刀菌會令到小麥、大麥、玉米、水稻等作物會染病，摧毀成片嘅農作，食落肚、嘔吐、肝臟損傷。美國嘅檢察官辦公室指，根據科學文獻啊，呢一種嘅真菌係一種潛在嘅農業恐怖主義嘅武器，每年喺全球已經造成數十億美元嘅經濟損失啦。官員亦都指控呢個簡雲清曾經接受中國政府資助對該病原體進行研究，並供稱佢係共產黨員嚇。咁呢個簡雲清喺呢度即係女士嚟嘅，佢係共產黨員。咁俾人查到啦。美國嘅檢察官戈根咧就話呢啲指控係構成最嚴重嘅國安問題。據說咧呢一個調查係由美國聯邦 FBI 調查局同海關邊境保護局 CBP 聯合進行嘅，即係唔係突然間查到噶啦，伏咗好耐噶啦已經。據了解咧，近期美中關係緊張啊。日前咧，特朗普政府就將積極咧撤銷喺美國就讀大陸留學生嘅簽證啊嘛。咁啊，中國大陸啦，咁佢呢度佢真係咁寫我讀啦嚇。大陸表示美方此舉咧嚴重違反咗呢個貿易休戰協議，當時兩國咧就同意互相降低進口商品嘅關稅。近期咧，一名喺密歇根州大學就讀嘅大陸學生咧，因為非法參與去年10月嘅選舉投票而被起訴，咁話嘅係啦。咁啊呢單都幾轟動啊，影響之大啦。因為而家計埋咧，佢而家唔俾外國留學生簽證啊，或者據說係喺其他都係已經唔會面噶啦。咁你諗下已經。俾多個把柄啦，咁有啲直情話呢啲係生物武器病原體入境美國被捕咁嘅意思嚇，就叫做禾谷鐮刀菌啊。仲有咧，除咗呢度肝臟會損傷啊、嘔吐啊，同埋咧會生殖缺陷啊，即係冇仔生啊。人畜都係咁嘅喎，畜生都係咁嘅喎。咁所以咧，佢就被控多項嘅聯邦罪行嘅，包括咧就串謀欺騙美國、走私、向調查人員作虛假陳述同埋簽證欺詐等。話咧好啦，簡雲清咧係中國公民，擁有浙江大學植物病原學博士學位。調查人員就發現啊，佢係中國共產黨成員，對黨忠誠啊。檢控方話佢從中共政治資助嘅基金會獲得資金進行博士後研究。好啦。因為咧虛假陳述，因為佢問佢啊嘛，佢話冇啊嘛，咁咪虛假陳述咯嚇。咁而且咧FBI 補充啊，佢話咧劉尊勇即係另外一個最終係承認嘅，其中一個係承認嘅，就走私呢一個嘅病原體嘅，咁即係所以冇得走噶啦呢條罪，因為你另外一個已經係承認啦。話咧將呢個病原體帶入嚟美國咧，係為咗咧喺簡青雲咧工作嘅密歇根州大學實驗室咧進行研究嘅。咁咧呢個劉尊勇咧，2024年4月咧翻到中國之前咧，就劉尊勇同埋呢個簡雲清一齊咧喺密歇根大學實驗室研究工作嘅。好啦，唉，真係
5月30號咧，檢控方就公開咧一個針對一名前密歇根州大學中國留學生2024年選舉中非法投票，又係呢個唔知係咪佢啊嘅刑事案件，並透露為逃避起訴，呢名中國人走咗啦。呢名中國人已經逃離美國。唉，你話點解唔被歧視咧？即係咪點解佢哋一個人咁做？係佢唔好啦，佢一刀切晒你先啦。好啦，就咁啦，好詳細咁同大家咧讀完呢一個嘅新聞啦。好，東岸時間59分啦。你嘅每一個早晨由 AM1480。包括你所關注嘅世界大事、英文頭條，你所需要嘅天氣、交通、你所留意嘅體育、財經資訊、內容普及，將資訊、消息一並帶到你嘅每一個早晨。蘋果護理公司係政府授權執照護理公司，我哋有牌照長期護理計劃。蘋果護理公司可以每週出新護理牌照，每週開放。聽下新歌仔先。因為冇新歌。就係嗰啲歌。哎呀！男歌手。聽邊個？陳奕迅。我的快樂時代。有個美滿旅程，讓我記着有多高興，讓我有勇氣去喊停，沒有結局也可即興，難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時間尚早，別張開眼睛。長路漫漫是如何走過，寧願讓樂極忘形的我，離時代遠遠沒人間煙火，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好啊，新聞 OK， 開播。AM480華語廣播，今日係2025年嘅6月4日星期三，呢個東岸時間早上8點新聞由李月報道。加拿大中西部山火持續，濃煙波及美國同歐洲，芝加哥等中西部地區霧霾嚴重，紐約、新澤西州等東岸部分地區亦都發出空氣污染嘅警告，濃煙甚至飄至歐洲。但係歐盟嘅氣象監測服務中心話，濃煙喺位處於海拔較高位置，唔會對民眾嘅健康構成直接嘅威脅。加拿大今年嘅山火季節較往年開始早，目前全國各地已經有超過200個嘅火頭，其中一半被列為失控，超過200萬公頃嘅土地被燒毀，2個省進入緊急狀態，26,000人撤離家園，其中薩斯喀斯溫省有400多間嘅房屋被燒毀，9,000多人撤離。當局預計未來幾日情況將會更差，更加多居民需要撤離。鄰近嘅艾伯塔省亦都有石油生產設施受到影響。華府指出，總統特朗普將出席月底喺荷蘭舉行嘅北約峰會。特朗普一直批評北約盟友嘅國防開支不足，要求將軍費開支提高至佔國內生產總值嘅5個百分點。特朗普出席北約峰會期間預料，成員國嘅軍費開支將會成為焦點之一。俄烏戰爭將會係峰會另一個討論嘅焦點。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表示，烏克蘭已經獲邀參加北約峰會。北約峰會將於本月24日至到26日喺荷蘭嘅海牙舉行。烏克蘭副總理兼經濟部長斯維里登科以及總統辦公室主任到訪華盛頓，同總統俄烏問題特使海洛格會面。
烏方官員會後批評俄羅斯早前第二輪嘅直接和談當中無視烏方提出嘅要求，拖延時間，又操縱談判，避虧外國嘅制裁，意圖延長戰事。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長佩斯科夫表示，指望俄烏和平談判可以立即取得突破性發展或達到解決方案並不現實，強調談判仍然持續，又指烏克蘭根本無意停火。紐約市嘅消息，紐約市6日首週迎來夏天嘅熱氣。國家氣象局預計本週天氣持續升高，喺星期四將會係最高溫，預計接近華氏90度。紐約州府呼籲民眾提前做好防暑嘅準備，密切關注氣象變化，並且善用各項納涼嘅資源。琴日受到嚟自加拿大野火高空煙霧影響，天空略顯陰霾。氣象專家指對健康無害，反而可能讓日出同日落更為璀璨。預計今日6月4同明日6月5將會晴朗乾燥，氣溫持續攀升到華氏嘅88度。星期5將會喺鋒面接近8日高溫仍達86度，夜間轉涼，可能會出現陣雨同雷雨。濕熱嘅天氣持續去到週末。國家氣象局氣象學家史塔克亦都提醒，由呢個禮拜開始，市區嘅居民可能會感到悶熱，並且需要啟用冷氣。至於喺6月2日，適逢係全球高溫日行動日，州長胡楚已經宣布啟動多項嘅高溫應對措施，包括冷氣補貼、納涼中心、學校降溫設施同社區支援嘅計劃。州府針對弱勢社群提供免費冷氣補助，有哮喘等基礎疾病有基本健保計劃 Essential Plan 嘅成員可以申請免費空調。同時，2025年家庭能源補助 HEAP 計劃將延續，三口之家月入低於5367元，或四口之家月入低於6390元，可通過紐約市網站 access.nyc.gov 提出申請。另外，市府亦都有學習游泳 Learn to Swim 以及游泳保命 Swim for Life 嘅計劃，去年分別為6800人同6600人提供咗課程，協助兒童同成人提升水中求生嘅能力。市公園局每年亦都舉辦超過2萬人次嘅游泳活動，內容包括兒童課程、長者游泳同訓練隊伍等。至於喺星期四6月5日上午11點，喺法拉盛草原可樂拿水上中心 Flushing 將會有親子學游泳課程，感興趣可以去公園局官網 nycgovparks.org events learn to swim。 新聞報導完畢。天氣方面，炎熱嘅天氣已經係來臨，今日就會比較有啲嘅雲層作為保護。現時嘅室內溫度華氏嘅63度，炎熱指數69度，最高氣溫82度，相對濕度67%， UV 指數2。日落時間黃昏嘅8點24分，日間同晚間嘅風速都係唔高，最高係9英里。紐約市今日嘅換邊泊車條例如常執行。天氣報導完畢。OK， 今日係咁啦，好嗎？OK，拜拜。